至德，得悟道者，常亲近矣。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情，领导齐鲁明三地，拈花一人三圣，坐在中原山前地，大正四川王头生，天真圣人有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累累正开火急土，殿下神伟爱民，心在人间。可怜圣教归上圣，念发劳力成月线，圣人显化在人间。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来土城在土征，老子降下人下生，立三前推动，弥勒孝圣为家去，十年当来圣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苦，为人去救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土，香门点点成经，每日之心常持念，三载八拜不来轻，要想成佛请明白，常持中原至天心，周一真人有水光，多衰地有年生，降下真天真，用心持念不生，满天星斗不相识，方便显下面，光成来回报，是长长青青三观看，非主来三场人生，天春有事，青年的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德超生，持念3遍神回藏，光亮显灵化人成，手持姐妹许多经，念其千年无尽，常无天人太保，必成佛对持大成语，是配于家的上升间功德，愿将以上圣法功转成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回向于子女，
摇祝福自在佛在安，平安，至道善慈昭和在岸，世俗至道善福昭和在那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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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浅贤大德。或许今天导读到这边，祝大家晚安。感谢雷安讲师经为我们导读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理任、各位浅贤，大家晚安。